大家好，我係 RubberBand 嘅黎掹啊！喂，今朝大家有冇同自己啲街坊鄰里 say 個 hi 打個招呼咁啊？打咗？喂，咁你哋又知唔知你嘅街坊鄰里近況係點呢？喂，講起鄰里呢，我有樣嘢想介紹俾大家嘅，就係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，由100位青年再次踏上舞台，演繹街坊鄰里關係嘅原創音樂劇《愛理不理》。喂，可以叫埋你啲朋友仔同埋街坊鄰里一齊去睇嘅喎。事不宜遲啦，我依家都即刻去約埋我啲 friend 同埋我啲街坊呢，一齊去買飛睇。記住係4月8號同埋9號喺柴灣青年廣場嘅 Y 綜藝館睇呢套劇啊！想買飛可以喺城市電腦售票網啦，網上面或者電話購票都買到㗎。記住，永遠都係鄰舍第一。